台湾话比不上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卡苏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不如、比不上、用力。伊连这点仔道理都唔捌，卡输一个无读册。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，还不如一个没受教育的人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